原廠直銷，免除中間商，聽落好似最劃算，但係從商業角度睇，呢種模式背後有可能隱藏住一啲消費者容易忽略嘅隱藏成本。今日同大家理性探討一下，係咪所有產品都適合由工廠直接直銷俾消費者？喺商業模型入邊，工廠直接對客叫做 B2C。不過，即使係規模龐大嘅手提電話或者汽車品牌，大部分依然高度依賴代理商同零售門市。點解呢？因為產品越複雜，中間所需嘅專業服務同溝通成本就越高。有部分工廠喺嘗試轉型做 B2C 嘅時候，有機會因為未完全習慣直接面對零售大眾，有可能會喺客戶服務或者細節對接上遇到一啲營運上嘅考驗。舉個簡單例子，如果買部冷氣機，工廠只負責將部機送去你屋企，而唔包含專業安裝，消費者轉頭就有機會要花額外時間去揾師傅處理嘅。而訂做家私嘅流程呢，往往比想像中更需要深度溝通。由一塊木板變成一件啱心水嘅家私，中間通常需要技術人員進行深化同結構優化，亦需要專業銷售去協助客戶釐清需求。呢啲中間嘅角色呢，其實一直扮演緊幫客戶解決技術同服務問題嘅重要橋梁。如果缺乏咗呢個緩衝，工廠就有可能難以應付零售市場所帶嚟嘅海量且個人化嘅查詢。工廠嘅強項在於生產線上嘅精益求精，確保產品質量。而落地安裝同售後跟進則屬於另一項專業。如果分工界線變得模糊，有機會令到成個交付過程嘅效率下降，甚至有可能對工廠同消費者雙方都造成不便。所以精明嘅消費者喺面對唔同選擇嘅時候，有機會要用更加宏觀嘅智慧去衡量。畢竟喺複雜嘅消費市場入邊，專業嘅事始終讓專業嘅來會更加穩陣。